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今仔日要来讲庄小话，这流行个热客的讲法，台语安尼写安尼讲，庄小话，庄小话，庄小话，假是假话，顶空顶讲，甲人当作笑话来戏人创治，都是庄小话。恁到底有诚意要解决问题无？你讲要安尼，恁翁讲要安尼，啊你讲要安尼，恁翁讲要安尼，根本就是咧讲庄小话。明明都已经讲定着啊，大家照规矩行，结果恁煞暗中使手段，破坏双方的约束，真正是甲人装笑话。你安尼三思风两思雨，翻起翻倒，定定咧翻口径，根本是咧讲装笑话。啊，你安尼甲人装笑话，真熬呢。装笑话的笑，起酒笑，小可甲控制一下，唔通互伊啉过磅，若互伊起酒笑是袂收山。小股票，伊这段时间伫小股票，研究袂少资料，看袂少册，阁真正互伊趁到钱。阁来，小贪软家人，是咧劝人唔通伤贪，袂满足。啊，若小到真妄狂，是咧骂人拢门伤大声，像一个车仔长。今仔日的台语字，装笑话实在真趣味。